想要测试李太医跟李易欢是不是亲兄妹。妾身倒有一计，可以立竿见影。说来听听。不知道皇上是否愿意为李太医做一次媒人？好计啊！哦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皇上，让妾身为您更衣吧。皇上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让皇后组织各嫔妃还有格格出来游玩，我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去玩？那不行，你得待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呀？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啊，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真的有好戏看啊！朱哥哥，哎，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，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！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！太医不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好，太医太医，他说他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！你胡说什么呢？朱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！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朕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、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最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的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哦，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朱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佳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
微臣告退。怎么？不高兴我给你哥哥做月老？当然没有了，奴婢只是在想，哥哥哪儿来的艳福啊？居然可以在皇宫里给我找嫂子，奴婢要多谢皇上隆恩啦。欢妹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啊，那么好笑？今天龙小弟让你去相亲，你还真去了？哎，看了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去相亲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看上哪家的金枝玉叶啦？康熙跟你说的。今年康熙宣我去御花园，说有一个王妃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传染病，现在一病不起。他担心跟他接触过的公主格格们也被传染，所以让我进行观察，一旦发现马上隔离。但我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那为什么康熙要骗我，说你是去相亲啊？糟了，叔父提醒过我，康熙对你我仍有疑心，甚至怀疑你我的关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探你我。你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我应该没有。还好我中途的时候看了一眼叔父的眼神，他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是不是康熙在试探我？所以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觉得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吧。都怪我，估计以前我看到你跟康熙亲热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估计被他瞧出了破绽。以后我们要加倍小心。现在铜匣已经找到了，内奸也铲除了，我特别想带你离开。不过义父说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康熙身边，刺探军情，协助吴三桂起兵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次可是你让我跟康熙假意亲近的，到时候你别再说我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对康熙已经死心了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你们看，这只并蒂莲开得多美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花开并蒂，寓意着阴阳和谐，这是吉祥之兆。李太医啊，咱们大清的姑娘，个个性格外向开朗，不那般拘谨。昨日啊，在御花园一见之后，这齐格格、秦格格还有兰公主，都觉得你一表人才，对朕那是争相表露心迹。李太医，你说你看上了哪一个？只要你看上了，朕都将她指配给你。多谢皇上，只是臣乃庶民，又出身卑微，实在是配不上皇家的金枝玉叶。李太医这话说的言不由衷了吧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皇家的公主格格都配不上你李太医啊？皇上误会了，不是臣的眼光高，而是臣从小便定下了婚约。是吗？李欢，你昨日跟朕说，你自有家贫，哥哥没有定下婚约，现在你哥哥又说他有婚约在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和奕欢说的都是实情，只是奕欢顾及臣的颜面，没有将事情完全说出来。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婚约在身呢？臣自小确实定了婚约，臣和臣的未婚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只是后来臣醉心于医术，离乡求学，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变故。什么变故？
恕臣脸薄，羞于直言。莫不是你的未婚妻悔婚了？正是。虽然臣的未婚妻跟臣并没有明言，但是臣知道，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，所以臣才会伤心之下远走京城。李太医啊，你乃是人中豪杰，你的未婚妻居然会变心，真是有眼无珠。难道这个插足之人比爱卿还要优秀？那人确实很优秀，所以臣才会如此绝望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想着他做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朕再给你指一门婚事就好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雨。虽然臣的未婚妻已经变了心，但是她在家里却并没有毁约，而那个趁虚而入的男子家里早已是妻妾成群，所以臣还在等臣的未婚妻回心转意。没想到李太医还是个用情至深之人。皇上，奕欢以为臣已经将未婚妻忘却，所以才会说臣未有婚约，但他有所不知，臣已将未婚妻刻在心里，今生非她不娶。奕欢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害得朕还替你哥哥的婚事担心？奴婢刚开始跟皇上想的一样嘛，奴婢想，既然那个女子已经变了心，那哥哥就应该另觅良缘，但没有想到大哥的心里这么执着。360病，心病最难治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皇上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太医院又不止你一个人当值。原本啊，朕今天是要给你当一回红娘的，只可惜你拒绝了朕。但是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劳烦于你。皇上请讲，臣万死不辞。这件事情跟死是万万挂不上钩的。朕就是想让你帮你妹妹退婚，给朕当一回红娘。皇上，有关此事，欢妹和皇上可是有言在先的。我们虽然是寻常百姓人家，但是最重信诺，这婚约退不得。更何况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世人必定会说，皇上强抢人妻，有损皇上圣誉。臣实在不敢。朕知道奕欢有婚约在身，但是这个未婚夫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对奕欢不管不问？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的话，那未免也太不把奕欢放在心上了。皇上，这婚事是奴婢的私事儿，您问的这么详细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欢儿，你就别再否认了。你与朕明明情投意合，就像你给朕绣的这个荷包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个是奕欢第一次做女工，手指被戳破了无数次才绣成。这一面绣着两只鸳鸯，一面绣着他与朕的小象。朕乃是天子，也知守礼法，不会强抢民妻。奕欢若是不喜欢朕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既然奕欢喜欢朕，又不愿意嫁给他的未婚夫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欢妹，如果你真的是怡情皇上的话，那为兄就……朱哥哥，我对皇上是有一份情谊在的，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紫禁城，也不可能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为什么？但是你在山西的时候，你明明……山西之行确实改变了我对皇上的成见。可当我再次回宫以后，我再度看清，这里不会是我永久的归宿。
蹉跎。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氏兄妹二人所言属实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二人回答的得体，并无明显的破绽。只是奴才这心里跟皇上一样，总觉得他们俩不像是纯粹的兄妹关系。这李太医有婚约在身，应该不假。只是他口中的未婚妻，却耐人寻味。莫非，这未婚妻指的是世淑姑娘，而这强行介入者，指的是皇上您？哎呀，这无凭无据的，奴才可是忘意了。你必须尽快按照朕上次说的方法，查实了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。这。德父，听建清他们说，你有要事要找我，到底什么事？德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把建清跟易欢撤出紫禁城吧。你们要光复大明，我管不着。我只求你们不要连累我。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连累你。你甘愿做大清朝廷的奴才，我管不着。咱们各干各的，各听天命。大哥，可是建清跟易欢他们现在在宫中的处境十分危险，皇上已经怀疑他们不是兄妹了。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听到易欢向我禀报过？大哥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都瞒着我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明明给建清和易欢已经定了亲，却还把易欢派去皇上身边行使美人计。易欢已经对皇上动了真心，可建清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，他的言行之中难免会露出破绽。长此下去，他们二人身份必将暴露，到时候你叫我这个亲叔父该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易欢对康熙那个小皇帝动了真情？快起来说话！大哥，此事万万耽误不得，若不尽早把他们撤出紫禁城，必出大祸。到那个时候，别说我保不住他们两个，就连我自己，也是自身难保。好，我马上把他们两个召回来，把这件事情问问清楚。易欢，康熙果然是对你言听计从，延迟了撤藩，这样吴三桂也该相信我们跟他的结盟是有诚意的。不是的，爹。虽然康熙很宠我，但是他很有主见的。他同意推迟撤藩，并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他自有打算。哦，晚一点撤藩也好，希望他们双方准备的时间越长越好，这样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才会旗鼓相当。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来收拾残局，一举把大明的江山光复了。倩影和默笙也随吴应奇去滇都了。为了大局着想，我们现在只有暂且放弃所有的恩怨，与吴三桂联手抗清。晋王还有事要跟太子和易欢他们谈，我们暂且回避吧。啊。爹，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跟朱哥哥说啊？干嘛非让几个师傅回避啊？爹接下来谈的事情，是有关你们的名节。如果几位师傅在场，你们会很尴尬，所以他们就先回避了。义父，你想谈的是你跟易欢的婚事。易欢，爹且问你，你潜伏在康熙身边，每天与他朝夕相伴，是否对他动了真心？欢妹，你别误会，我从来没在义父面前说过什么。爹，您瞎猜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对康熙动真心啊？当真没有？当真没有。我虽然对我的龙小弟很好，几次三番的救他，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，那不还是因为你说的吗？你说让我博得他的信任啊。太子，易欢的话我不敢全信，我只相信你。你告诉我，
易欢有没有犯浑，与康熙假戏真做了？义父，孩儿不敢欺瞒您，欢妹年少无知，确实曾险些被康熙的假仁假义所迷惑。但自从康熙言而无信，放过了隆德多、阿必齐等8旗权贵后，欢妹就及时醒悟了。现在欢妹对他，就只是虚与委蛇，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委曲求全。太子能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易欢，我要警告你，你平时任性妄为倒也罢了，但万万不可在大是大非面前犯浑。康熙这个大清小皇帝，不但是你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更是全天下百姓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倘若你真的对他动了真心，不但是背叛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更会被天下人所唾弃。爹，皇儿知道，皇儿不敢。欢儿，你身份特殊，你是我大明，你是我李定国的女儿，更是未来的太子妃。你若真的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，那爹只有先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。义父放心，有我照顾欢妹，她一定不会犯错的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会亲手杀了康熙，永绝后患。大哥，你千万不要相信易欢的话。他在皇上身边已经大半年，我已经把这3个人的关系看得清清楚楚。易欢对建清只有兄妹之情，对皇上才是男女之爱呀。不可能，我相信我的女儿，她不会真的爱上康熙那个小皇帝。我也相信建清，建清可是他的未婚夫。就算是易欢对康熙假戏真做，建清也不会骗我的。大哥，我在被多尔衮送进宫中当太监之前，一直在他府上为奴，也曾跟他府上的一个丫鬟倾心相爱，所以我深知男欢女爱的滋味。在这宫中30年来，后宫中所有的嫔妃，谁对皇上是真心，谁是假意，任他如何伪装，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易欢可能是在逃避，在抗拒，可他却越陷越深。如果你再不把他2人撤出紫禁城的话，将来真的出了什么大事，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虽然拿到了通辖，也铲除了内奸，但现在吴三桂跟清廷开战在即，我是不会把他们撤走的。弟弟，你这么催着我把他们撤走，是怕被连累吧？你，要不然，你也不会骗我，甚至不惜抹黑易欢的名节。怎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真的舍得这么多年来攒下的金山银山？你真的舍得这份荣华富贵吗？好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怕被连累，所以你尽快把他们撤出紫禁城，要不然我就去皇上那儿告发你们，这样至少能保住我自己。站住！怎么？你要杀人灭口吗？李定国，当年你能够狠下心来，一箭射杀为你生育了3个儿女的发妻，今天你一样能够狠下心来，杀死我这个40年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弟。来吧，动手吧。今天我死在你手里，总比好过日后被你们连累受那凌迟之刑的好。我早点去阴间跟爹娘相会，而你又可再次收获大义灭亲的美名。不，我是不会杀我的弟弟的。我只是想提醒李总管一句：你如今身中大补丸的毒，而鳌拜已经疯了。如今只有我们才可以给你提供大补丸的解药。什么？
你居然用大补丸的解药来要挟我！德父，哥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。弟弟，不要叫我弟弟，住口！我没你这个哥哥，在你眼里，我是清廷的奴才，而在我眼里，你又何尝不是朱明王朝的走狗？事到如今，我已经预感到，我将来会不得好死，而你必将也不得善终。咱们就走着瞧。石树姑娘，皇上昨天晚上收到2封加急的奏折，连夜召集文武大臣商议，直至凌晨方散。皇上累坏了，就在龙椅上睡着了。皇上近日睡眠轻，千万不要去打扰他。什么急奏啊？值得皇上熬更守夜？好像有一封奏折是跟吴三桂有关，皇上看后龙颜大怒，把奏折全给撕了。还有一封奏折是跟江淮水患有关，皇上一直眉头紧锁，至今尚未舒展。我知道了。焕儿，你身份特殊，你是我大明，你是我李定国的女儿，更是未来大明的太子妃。你若真的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，那爹只有先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。龙小弟，是我。老大，是你啊？怎么天都亮了？你还说呢，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龙体，赶紧回寝宫好好睡一觉吧。老大，还有这么多奏折没有看呢，这怎么睡得着呢？你来的正好，帮着磨磨吧。龙小弟啊，刚才你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在老百姓眼里啊，你是高高在上的皇上，威武尊贵。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朕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鳌拜要行刺朕，朕抓住了一把匕首，没料到匕首却被他反夺了去。一醒来，才发现是你把朕的笔给拿走了。龙小弟，你8岁登基，如今才亲政，在过往的岁月里，你一定受到了很多惊吓和委屈吧？一定过得很不容易。不容易。不管是老百姓，还是达官贵人，或是天子，都各有各的不容易。只不过朕的不容易啊，不能轻易告诉别人。朕的内心哪怕是再脆弱、再痛苦，都必须得藏起来，必须以最光鲜亮丽、威武的一面出现在文武百官面前。现在没事了，那个鳌拜已经被你圈禁了，再也不可能威胁你了。你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是啊，鳌拜是除掉了，可是还不知道有多少危险的事情潜伏在朕的身边，所以朕的这根紧绷的弦呢，还是不能松弛下来。
是淑姑娘。李公公，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来，你还是想办法，赶紧撤离紫禁城吧，不要留在皇上身边了。叔父，你是说，索额图跟皇上可能发现什么了？哎，你要是等皇上跟索额图发现了什么，那就全完了。铜匣不是找着了吗？内奸也清除了，那你还留在这个紫禁城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离开紫禁城，可是我爹不让。哎，你爹呀，是想让你留在皇宫里去打探消息，他是说什么也不相信。你已经对皇上动了真心，可是叔父我把这一切瞧得明明白白。哎，要是继续留在这紫禁城啊，你不但会连累叔父我，就连你跟剑清的小命早晚也得给搭上。叔父，奕欢，叔父是不想离开这紫禁城了，因为我是个太监，没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就算我有再多的钱，也会被人嘲笑，被人羞辱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看，你从小就生活在乡野，自由自在，你年轻又美貌，而且还有剑清那个文武双全的未婚夫婿，你何必贪恋皇上的一时恩宠，而留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？哎，叔父都是为了你好。龙小弟，老大我久居深宫，早已没有了出入宫时的乐趣，反而如鸟入囚笼，不得自在。所以老大去也，勿追勿弃勿恼，各自珍重。皇上，会不会是李易欢他们兄妹二人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现在逃走了？皇上，李太医来请平安脉了。宣，这他们兄妹二人要是想逃走的话，肯定是共同进退。岂会奕欢自己一个人逃走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不要妄下定论。这，微臣参见皇上。李爱卿，你知道奕欢去哪儿了吗？奕欢，他今天不是当值吗？那他应该在永乐斋，或者是去了永和宫找丽妃娘娘。他出宫了，看来他这一次出宫，连你都没有说。看看吧，这是奕欢留给朕的信。欢梅，想不到你居然会不辞而别。李爱卿，你知道奕欢大概会去哪儿吗？臣妹自幼性情顽劣，常常离家出走，臣也不知道他会去哪里。这样，你多带一些人手，凡是他有可能去的地方，你都找一找。微臣遵旨。微臣告退。奇怪，这奕欢为什么会连他哥哥都不说，就一个人出宫了？皇上，也许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有消息了。带的什么？就一个包裹。去，查查那两个人。哎，你站住！
龙小弟，主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夹在你们中间左右为难了，我也不想光复大明了，我要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欢出走了？是，他没有告诉我，也没有告诉义父和诸位师长，只留给康熙一封信，说是厌倦了宫里的生活，想要出去逍遥自在。这不应该啊！小师妹虽然平时任性，但她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。她怎么可能突然放弃任务，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呢？也许他还是放不下对康熙的感情，又自知无法向我交代。他不想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左右为难。以他那不管不顾的个性啊，就干脆一走了之了。大师兄，你不必难过。我看小师妹未必是对康熙还放不下，也许是她看康熙对你们两个起了疑心，所以故意闹这么一出戏，试试康熙。倾城，你不必安慰我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但他秉性纯良，绝对不会算计他人，尤其是他真心对待之人。其实这次从滇都回来，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。想当年，我曾百般求他为我做一个荷包，他都懒懒的不肯答应。可一看到他给康熙绣的那个荷包，虽然针法拙劣，却显然极为用心，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李太医，等一等。建清，你不要再找易欢了，他已经离开紫禁城，他的离开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事。是你劝易欢离开的？是啊，建清，你要是真的爱易欢，就不要让他再回来了。你最好也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你们在外面早点成亲，多生几个小孩，这样他慢慢的就把心思从皇上身边收回来了。否则的话，你们的光复大业未必能成功，而你也永远会失去易欢了。皇上出宫了。皇上一看到李易欢的信，就跟丢了魂似的，居然命妾身的叔叔带着几个侍卫随他出宫去追寻李易欢了。真是不成体统啊！易欢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